係參與過呢個基地嘅建設嘅時候，佢曾經同外星人係發生過一個武裝嘅衝突嘅。好啦，咁成件事由頭到尾係點發生嘅呢？咁就係1979年嘅8月啊，就據呢個菲爾斯內德佢描述，佢作為政府地質嘅工程師呢，佢就被派到去呢個杜西基地嘅地下設施嗰度去參與呢個鑽探嘅工程。呢個基地據稱係位於新墨西哥州杜西鎮嘅地底嗰度，係一個人類同外星人合作嘅秘密地點。呢個斯內德呢，佢就同66名嘅同事啊，裏邊呢係包括咗戴住綠色軍帽嘅特種部隊成員啦，被派去一個呢啱啱爆破完成嘅洞穴裏邊採集一啲岩石嘅樣本。當佢哋去到呢一個洞穴嘅時候，佢發現呢個洞穴係深達1英里咁深，而闊咧係有4英里咁闊嘅。佢話就眼望落去咧，已經係一個地下城市咁大嘅啦。即係咩意思咧？你想象就係一路轉爆破，砰！佢爆咗一個窿出嚟，跟住咧你就派一隊兵落去採集樣本啦。咁佢落到去嘅時候咧，佢竟然發現咧係一個城市咁樣嘅 scale。咁即係咩意思啊？係一個唔係佢哋 expect 過一個 size 嘅嘢，係應該一早呢一個1英里深、4英里闊嘅地下城市咧，一早已經係。同時間佢喺呢一個地底城市嗰度仲發現咗一部升降機，咁意思就係咩呢？就係佢哋知道呢一度係唔單止得一層嘅，於是佢哋就進入呢個升降機呢，就開始向下降進行更多嘅調查。咁一路下降嘅時候，突然間佢哋就遇到一啲呢身高大概有7尺高，即係2.1米嘅高大夫人出現咗。呢啲外星人據講呢，就係呢啲基地內嘅居民嚟嘅。當然啦，佢哋初次接觸嘅時候呢，就極度緊張啊。呢個舒萊德形容呢啲外星人係有灰色嘅皮膚啦、大眼睛啦，同埋細長嘅手腳啦，同埋細長嘅肢體啦，好似科幻電影裏邊一啲好經典灰人嘅形象啊。